心所爱的歌，今日要邀请你来亲近一位作词家。伊写过几落百条华语甲台语流行迄度的作品，亲像母亲，亲像请你听我讲，亲像啥人会了解。尤其伫咧戒严时代，就邀请主持人诸葛亮主持台湾歌谣100年的录影带，真有台湾心。艺界的前辈者林凤坤老师。总是国政要大声邀请你来听甲伊真知己的唱片制作人陈俊信先生，讲起因双人安怎样熟悉相处、交陪的经过。这个人真趣味啦吼，伊对朋友吼做代志拢真热情、热心，吼有伊伫的所在，迄个气氛绝对袂冷场啦。但是因为这个热情热心，对伊来讲吼，因为伊也吃过真侪亏啦，我所在吃了很多亏哦。好，那伊是真正是多才多艺啦。好，除了讲写歌以外吼，伊编剧、编剧啦，较早诸葛亮的《餐厅小长行》的时阵，迄拢伊编剧的啦，哦，是他编剧的。伊嘛捌拍过电影的，哦，写过很多电影的剧本。伊家己嘛做过导演，拍过第二片做《笑死人不偿命》啊，伊嘛主持过一寡电视节目啊，哦，这是伊遮加油，我对伊袂着啦，热心嘛，热情嘛，真好参详。你甲讲啥，伊也做交，伊拢可以帮忙啦，安尼。但是加讲有当时我讲，我拄有讲过，讲有当会吃亏啦。林老师你好，陈俊成想问你的器重替你出去帮忙，我也真感谢吼。其实你嘛知影讲，我这间办公公司是为着你成立的，吼。我真感谢讲，你给我这个机会，给我这个动力来开这办公公司。目前我也服务几10个老师，替所有外口的利用歌曲的厂商服务吼。这我也感觉讲我这那是一个使命，我嘛真欢喜讲，这是你赐予我的机会。我会尽量尽我的能力替你去外口收较一版税来互你安尼啦，我嘛希望你甲夫人对吧会当定定手牵手出去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安尼，也希望你讲会当身体健康，寿与天齐。台湾最重要的流行歌坛的作词家，尤其伊万能的，伊阁是编剧家，尤其伊阁自戒严时代，就对台湾歌谣的资料用心咧收集，业界。国政足钦服的前辈者林凤坤老师，老师好。大家好今仔真荣幸会当来这受你访问。我敬拜甲你做伙，拢感觉讲你是足硬气的人，真正为着台湾做足侪代志，但是有当着歹势讲起。无安尼啦，就是讲尽家己的力量嘛。我就感觉讲我会当做啥物，我就去做安尼。无怨无悔，就是。真认真，可能咱为着咱这个台湾的歌坛，尽一点点的心力。正人的代志，歹势讲起真拄煞。头拄阮听才知影讲连家己的代志，忽略100条歌人代理无着，你嘛歹势讲起哦。袂要紧啦，迄钱该互啥物人，就互啥物人。这都财神爷咧点名的嘛，财神爷点名要互伊，我都送伊啊。就是安尼尔，人生就是安尼嘛。你计到遐济是要创啥话，对无？你想讲陈老师讲的讲当时若去做，我有几千万，我真烦恼咧。我真烦恼讲，我就有几千万哦，我嘛要安怎过日子？好个人，你过日子也真痛苦呢。像郭老师我即阵都厝内平平安安70外岁还阁真健康，就足满足啊嘛。对无？老师造成你这种真潇洒的个性，敢是因为讲少年就成功，少年就赚到大把钱。少年赚到大把钱是无讲偌济啦，是迄阵伫迄个年代迄阵的收入会使讲是即份人咧讲的财富自由啊啦，都有赚一寡钱，赚一寡钱我甲别人较无共款的所在就是。迄阵的时代，若有赚到一寡钱，就是去开餐厅、去开店、去做生意。我就感觉讲，我赚这钱真辛苦安尼欠袂就好。所以也无甲人去投资迄、投资这，有人去
开餐厅，煞要拢分一个碗伫拄啊转来，啊是开店开咧吼，倒无大间，搁再负责。啊我较无即款的下落啦，啊40-50年来吼，啊就是真保守、真安安稳稳啊咧过日子啦。所以人讲我也无代志，啊所以没有大志啊，啊所以无迄个代志，啊所以就嘛无代志安尼啦。少年的时阵就赚到大把钱，是因为写歌词，就罕得人安尼呢。对。还有一条往事只能回味的大风洞。是啊。你要甲我讲，本来你想要做电影的导演。对。啊，结果煞行对这条路啦。对，啊，就误入歧途啊，啊，就去互歹朋友牵人家来，啊，牵人家好，啊，就做这道，就食这道安尼。迄个歹朋友就是刘家昌导演，敢是？是啊，是啊。我本地是伫伊的手下要做副导演，看会当有一天吼，有机会伫咱台湾这个影坛吼，做一个敢若像李行啦，是北京随那遮有名的导演。啊，现在知影我去做伊个副导演了，就甲写歌。啊，写歌了，啊真拄好，也拄好红起来，啊红起来，啊就开始行这条路，煞放弃就行电影。毋过后来吼，浪子回头啊，伫这个歌词佫写了较，互这个校园的民歌吼流行了吼，我变做淘汰龙，去互淘汰了，啊，所以我就佫等于电影圈啊写我剧本。啊，做我电影的工作安尼。老师，你是做啥着啥，做啥轰动啥？我无做啥，我伫迄个国语歌坛吼写足侪剧本，人拢甲我讲，国语歌坛的岛吼拢是你写剧本写岛。莫讲安尼。对啊对啊，啊后来即个国语片吼日落西山了，啊我就去中视做导演嘛，做。综艺节目的导演，啊，后来就互三立的头家感觉讲，啊，这个囡仔都有一寡空头难变，啊，就带我去做这个诸葛亮的制作嘛，做伊的编剧兼导演安尼啦。嘿，啊，拢人生是机会，啊，拄啊安尼吼，有迄个机会安尼，啊，一站接过一站，一站接过一站安尼。啊嘛是对。华语的流行歌接过来，台语的流行歌，台语的综艺节目，这个变迁的过程，我所了解。老师是真正足有台湾心，尤其伫迄个环境，足用心咧将真侪台湾意识加入去你的作品内底。灌输着我的台湾精神啦，我毋知我的台湾精神是对还毋对，但是我认为就是安尼行，嘿，就是安尼行。啊，所以我做电视节目也好。啊，做诸葛亮的录影带好，啊，做白冰冰的录影带好，我对于这个台湾的意识吼，我拢有暗中这个掺一寡伫内底安尼啦，吼，啊，若有人感觉就感觉到，啊，若无人感觉到，啊，就无人掠包啊就好啊。老师讲到掠包，这就是因为迄个时阵，台湾意识，照我下辈所理解，啊，佫是禁气，啊，佫人的祖宗，才讲掠包。对对啊，足济啊，有一届吼，咱这个。新闻局长钱福，吼啊，调就阮这个作词作家，伫即个迄阵的中泰宾馆，啊，甲阮训话，因为哦，伊拄啊去哦蒋经国叫去骂了，讲是安那，即个电视节目迄领一流行歌，啊，伊就感觉讲哦，流行歌真毋好，因为蒋经国若讲毋好就毋好，蒋经国若讲评剧好，8点档就拢做编剧，啊，蒋经国若讲。哦，迄个崔台青哦，唱歌那咧晓，啊，就甲禁。迄个时阵是蒋经国的时代，啊，所以叫蒋经国骂甲臭头，啊，就带阮来骂拄笑安尼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小将哦，迄阵伊是即个政工干校音乐系主任，搁再是即个新闻局咧审咱这台语歌、国语歌的即个迄个变心笔，伊讲当场甲钱福建议讲，遮个人吼，你写的歌，若毋是伫酒家写，就是伫外口后白写，所以应该会写遮个歌。啊，咱今仔反攻第日袂成，今仔日吼因伫写遮个靡靡之音，败坏社会风尚哦，真正有够恶质啦。
所以呢，我建议讲，把这作曲作词的拢总送去绿岛管论安尼啦。老师，这事实咯。恶一个是伊，毋是咱呐。对啊。但是老师，迄个时阵你是上大粒，你上葡萄，你的往事只能回味，含泪的微笑。啊，若要了我对，一定头一个就是你。对啊。但是我相信你心内是敢亲像我安尼等，但是表面你一定足委屈、足惊吓的。无，我硬来甲看，我硬来甲研，因为伫迄个时代吼，你也袂使讲伤济话，因为吼，你若讲伤济话，有当时要惹你吼，也真紧。但是我甲看，我的眼神甲看，你是安怎讲即落话？啊，所以呢，伊咧讲的时，去看到我咧甲研的时吼，会晓愈讲愈潇洒。啊，结果有无？无啊，无啊，啊无我都准备甲阮某写一条讲，我伫绿岛即边甲啥人带做伙安尼。啊，这对一个创作人来讲，是啊，对一个写歌的人，侮辱，这对咱台湾的这个歌坛是一种的侮辱，对一个词曲作家遐尔用心写出来物件，伊甲因当作讲，阮是这个社会败类，这是一个侮辱。哦，吴老师为什么讲呢？你即阵去各大学甲看，即阵各大学拢有音乐系，拢有流行音乐系，是安那？这就是咱台湾文化的一种嘛。啊！你当时哪会使甲阮这词曲作家讲这尔一个侮辱的话？不过这是历史，但是讲出来了，互大家知影讲，迄个年代阮是安怎度过这个白色的恐怖。你头拄仔咧讲即个话，我想到，想到你一条，请你听我讲，咱先来听。吴老师，我台语歌写无济啦，啊，你下当甲我敬出来，我真多谢。啊，咱来听个看。可是迄毋是我敬，迄是所有广大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流传到即当中。来，请你听我讲。对你讲。
咱过去所听洪辉辉祝你幸福，于天含泪的微笑，有啊往事只能回味，拢是伊作事。你本来家庭较困难，毋过你感觉讲，若当好好读册，拼一个出头天，有成就就袂歹啊。哪会讲去发挥这个文学的灵感，结果行对这条路。对啊，这吼人生有真正偶然的代志啦，吼啊。因为吼，讲到这就想到讲，我较早读艺专的时，我较早读艺专的时，因为阮老爸一个月寄200块啊，200块我爱交160块的迄个饭钱，剩40块你零用。啊，我哪有钱通去看电影、去参加舞会、去啥，嫌坐车都无啥钱啊。啊，所以就去美大图书馆啊，啊，就逐工都现册看啊。啊，所以有一届我去图书馆借册出来。迄个图书馆的管理员甲讲：“林煌坤哦，我发觉到我呢查过这档案哦，咱图书馆哦，差不多有一半的书你看过啊。啊，其实就图书馆作势啦，看过嘛，差不多100-200本尔，迄种什么稀罕。不过迄个时代就是真爱看册啊，因为只有看册才会当过着家己的日子嘛。啊，你若要去欣赏人参加舞会，欣赏人去看电影。”啊，这拢毋是咱做会到的嘛！啊，咱做会到就是讲，伫精神上、物质上，咱袂当得到；啊，精神上，咱会当满足着安尼。但是结果看遐个册，拢足有路用的，作事的时阵拢足有应用的。图书馆的册无黄色的嘛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迄阵看的册拢对家己真有意义的啦。按迄阵呢，存在主义啊，看甲咱现代所有差不多。过去大陆所禁的册哦，拢有看呢啦，差不多拢有编来看过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若要讲来哦，印象足深的，就是迄个时阵读的册安尼哦，读到你是读暗时啊，佫会去回想讲我今仔读什么册，啊，我得到什么心得安尼。但是还未作事进前，还未写往事只能回味进前，你家己感觉有迄种写物件、写小说还是写日记的习惯？我拢毋捌呢，吴老师，我无甲你骗呢。我著迄阵甲他读册，啊读册了就去做兵，啊做兵倒来就一骹皮箱悬呢，要来台北，要来奋斗，要来做大导演安尼，拢无写过啥，真正拢无啊。有人讲无可能啊，你过去有啥经验？真正拢无经验。安尼实在有够厉害呢。系啊，啊就是安尼，我感觉讲，世间哪有遮尔卡的代志，就是讲，迄阵吼，你拍电影。甲即阵你拍电影无共，迄阵你拍电影是用迄个卡梅拉，迄阵是真古板的迄种摄影方式，就是一个镜头咧爱先拍灯光，摄影师啊用位置，所以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，当时拍灯光来摆位置要点外钟，无像即卖有迄电子的，哇真紧就会当翕。迄阵老家唱。导演伊就迄个利用迄个1点外钟的时间咧，就伊大家来就伫遐嗨。啊，有一天伊就嗨来摕纸吼，伊拢现在摕一张纸啊，就写。啊，这小林吼，啊，这曲哦，你看你啊摕去互某一个作词的老师甲我写歌词。我讲好啊好啊，毋过导演，我想讲我是毋是会使先甲写过嘛？老家长安尼甲我看一下，你敢会晓？我讲啊，就写看卖，也毋是要叫我写。可是你敢会晓看谱？会啊，迄阵我都会晓看谱啊，我是伫迄个教会唱诗班出来嘛，所以我就高中读细汉读主入学，高中去唱诗班，啊，拢有去研究着这个圣诗的，所以会晓唱圣诗，会晓看谱。迄阵拢豆菜鸡啊，毋是这2、3事。都嘛咧，啊，尤其是迄4部，你若袂晓看谱，你根本你都走音去安尼啊，动情啊，结果头一条写出来，老导演就足满意的。对啊，写，伊就看看讲，叫我写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伊安尼来讲，啊，就是伊啊，就是啊，你免叫伊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就是，啊，就用这条歌曲啊，加几工啊，油啊就录音嘛，啊个。过无偌久，迄阵足紧的嘛，录音了，就出唱片，出唱片了，哪会知影讲这条歌竟然大家小巷拢伫流行啊！我迄阵伫泰顺街吼，
我无偌远哦，我一个咧做豆腐的，迄个老乌衣裳吼。我看伊迄条往事传会在手边啊，所放2年哦。逐工我若精神个，就听你放迄首歌，听了放差不多2年哦，可能在手边叫无歹去。迄个时阵过无偌久吼，听讲吼，真侪唱片公司，家己会忘去恁兜呢。对啊，我迄阵是住伫泰顺街，即阵已经较老练啦。迄阵是一个日本宿舍，我是住伫迄人个厝内底，迄日本宿舍隔几啊间，我是隔伫迄一间啊内底，就会当困安尼。结果有一工人来你甲我落门，就是丽歌唱片公司的头家亲身来甲我落门找着我，讲我找探听偌久，甲探听你住遮，就叫我写歌，就迄阵就开始开始写，迄阵就人若出名就是安尼，吹梨的人就多啊。抑个有一点就是讲，咱人的福至心灵。当你有迄个机会咧写歌的时候，你的灵感会特别好，所以迄阵就人也催我就写，人也催我就写。当然家己有认真啦。迄阵抑个有一个关系，就是讲唱我的歌的人，你像珍妮啦、黄惠妃啦、邓丽君啦、优雅啦、于天啦、萧丽君，足有名的嘛。所以请我的歌，互因唱，因就红嘛。所以我是借着因的机会红的，毋是我红的。凭良心讲，你唔好安尼遮尔客气，真正你的作品吼，阮安尼经过遮侪年咧读，有当时我跟他歌名，咱讲含泪的微笑，你就会好奇啊。请你听我讲，你就会好奇啊。啥人会了解？你就想讲，到底内底这条歌要讲啥？毋过老师，我要请教你，你头拄我所讲，这个艺人大家拢知影，上迄度的上大牌上红的，你的生活吼，嘛看到足侪人车花的一面，对无？有啊，哇！迄阵的年代吼，啉酒、跋筊，拢迄阵的年代上较流行，因为迄个年代无啥物娱乐嘛，尤其是艺人哦，人伫私底下跋筊，按因兜跋较舞台后台搁咧跋，无就啉酒啊。迄阵就是安尼去消遣因的迄落，所以你也会当看到真侪花天酒地的代志，会当看到真侪奢华的场面，你会当看到真侪。哪会你完全拢无对咧行？我就感觉迄毋是我的兴趣的，我就感觉讲啉酒话袂晓，我呢迄摆讲啉，若迄 XO 一个开了，我若闻到迄 XO 味，我面都红都酒醉啊！对无？所以我就是也袂啉酒，袂甲人讲安尼你遐我甜，袂想讲要甲迄落较红的歌星、查某歌星，还是较水的，甲因安尼落袂咧。我迄阵真单纯的，奇怪，我迄阵哪会遐单纯安尼？尤其你嘛捌甲我讲，讲你自早就对台湾歌谣足有兴趣，一直咧看资料。敢是因为你头拄我咧讲吼，遐个小将、遐个歌官，甲恁叫去嘛？你心内愈毋愿愈想要换写台语歌，这敢有牵连？其实我要甲你讲一个真事实的代志，就是讲，迄阵内底你写歌词的有曾罗、有盛之、有孙怡，因拢外省人。对。干那我一个本省人。所以呢，因有一点排斥我，感觉讲，无我一个单位，无我一个人，感觉讲，咱这个华语歌曲，哪叫一个台湾人来写？但是迄个时阵，我就是讲，我有一天吼，我要来好好来研究咱台语歌，所以呢，我按台语歌，我就开始去探讨啊。我差不多按台湾民谣安那来。1933年这个丁武宪写歌种，我拢研究较真清楚。有一天吼，我会甲大家讲，咱台湾民谣是安尼来，咱的台湾歌谣是安尼来。有人讲文夏唱的是台湾民谣，毋是，文夏唱的是台湾歌谣，歌谣就是歌谣，民谣就是民谣，无共款。咱这个台湾歌是安尼按民谣。过渡到台湾歌谣，然后到伫这个
洪英凤的时代、江辉的时代，安尼一路来叶启田的时代，安尼行来，这是一条真长的路，也是一个真多姿多彩的这个台语歌谣历史。老师啊，你本身头一摆，人请你讲啊，无来写一个台语歌，对啊，我是就有想要写台语歌，我听到人要叫我写台语歌，我真正要用钱贴互伊。感觉讲哦，你当然，我这就是我上介意要爱的物件。啊是安那，你今仔个来找我，是倒一个？啊，请你听我讲啊，对啊，我迄阵我就感觉讲，我有机会通写台语歌，但是咧，迄阵个唱片公司的头家讲安那咧，啊，你就专门咧写国语歌词，啊，你写台语歌，安尼你也无水准落安尼啦。感觉讲，我安尼迄落这年有身份的贵妇人，是安那落海去做酒家女安尼啦。那会讲安尼？嘿，迄阵人真歧视这个台湾歌啊，很歧视这个台湾歌，因为迄是一个华语歌曲的流行的年代，所以吼，对台语歌，你看迄阵的文下，迄阵的红一龙，因毋是袂晓唱，因毋是因为就是因有。伫暗中有受到压迫，比如来讲，文下是安那到煞尾会走去日本，这拢有一段故事诶。你若访问过文乡，还是访问过文下，伊会讲一段故事互你听。是安尼后来伊后来去沦落去到日本唱歌啊，对无？是安那咱一代歌王，煞尾有一段时间安尼。老师啊，你吼真正用你的笔做红看，对真正证明讲吼。水准甲无水准，甲语言无牵连。无牵连嘛。什么歌拢会当写个足爽，什么歌拢会当写个足好。系啊。来，老师我招你吼，是。过来听，原来你的代表作，啥人会了解？哦，这于天唱的。真正倒来开讲，林文坤老师，啥人会了解？伊伫戒严时代坚持对台湾文化用心，这款的成就。啥人会当了解？佚佗人的悲哀。我有满腹的目屎，不敢为你哭出来。阮的心肝内，痛苦谁人知？夜梦见故乡，草地古厝。阮的阿母在叫阮早日倒转来。啥人会当了解？佚佗人的悲哀。我有满腹的目屎，不敢为你哭出来。阮的
人知，夜夜梦见故乡，草地古厝内，阮的阿母在叫阮，叫阮早日倒转来。原来迄个时阵，华语的歌坛，一寡外省的作词家，对暗中咧排填。你头拄仔讲到李行啦、刘家昌啦，真侪迄个时阵北京随，因嘛拢是外省出身。对，第二届同款，原来共款。同款的经营，因为哦，迄阵哦，有一寡咱即个电影界人是按台语片的时代过渡到国语片的时代，但是呢，因拢是因为不断被排斥掉。伊感觉讲迄较早拍台语片的无够水准，拢是迄种情形嘛。我搁再讲，哦，这首余委员唱的，啥人会了解我？余委员嘛是共款啊，因为过去我甲伊有写过《含泪的微笑》啊，《让回忆随风摆》写足侪歌嘛。所以第一摆我伊有过去伫内歌的时代有录过足侪台湾歌呀。对，但是毋捌唱台湾新的流无写行歌，唱新歌无。第一摆，我也讲，这题你来唱，讲黄坤啊，唔好啦，这唱吼会无水准，我拢专门你唱国语的，无台湾你唱台湾歌，讲啊，你唱看卖会使都会使，袂使都袂使。结果唱了，甲讲好，这条来做主讲歌，变做安尼。迄阵社会气氛，老师你讲的啊，迄唱片内底吼。往往是一两条台语歌尔，拢咧拍迄一两条。对啊，就是安尼，因为吼，其实那个时代已经慢慢有足侪台湾人已经真爱台语歌，只是有的唱片公司哦，还搁在目睭微，还搁在拖档，唔知影讲台语歌已经要搁再起来啊。国语歌吼，慢慢啊吼，会甲台语歌吼。做伙共款流行。老师，安尼这路真正是你喷出来，敢若喷草安尼喷出来。唔是啦，这有当时啊，就是讲试看卖，啊试一下就出来。啊，你讲啥人会了解？若是唱片公司无甲你开喙，啊，唔作曲家来甲你讲的，讲来写台语歌。无，迄阵就是有一块电影的主题歌嘛。啊，这个电影主题歌的电影公司的头家讲，拢无迄落较大牌，你唱咱这个台语的落电影的主题歌，你会当去叫于天来唱的。我听讲于天甲你袂歹，我讲我来甲讲看卖咧。吼，于天当然迄阵伫迄个情形下，伊也答应。所以呢，较早吼，你会使去了解到迄个国语时代电影主题歌，无人唱台语歌做主题歌啊，没有啊。拢总是迄落国语歌咧做电影的主题歌，这也是就是第一支国语片用台湾歌咧做主题歌。啊，搁刷落去，老师咱咧讲的，请你听我讲也好。对，我以汉青，这嘛拢是电影的主题歌。对啊，电影的主题歌就是慢慢啊，因为请你听我讲，这个啥人会了解，较开始有人爱用这个台语歌去做这个主题歌。啊，就是真正你拼出来啊。啊，拢用你的作品啊。都加减啦，到迄阵吼，猛试看卖咧，有机会通甲这个台湾的电影吼做一个改革。讲一个情形，就是讲迄阵的国语片吼，迄阵的国语片就是完全国语配音，无台湾话，袂使配台湾话，内底袂使配台湾话就加调。这个情形到后来的电视台嘛是共款。迄阵的8点档绝对袂使讲台湾话，迄阵的8点档绝对爱讲国语，一直到了
后来这个陈刚信做节目经理了，才开始做一个改革，讲啊是安那8点档，大家拢咧讲国语，是安那袂使谈台语了，所以才叫金素梅啊，沿路讲国语，沿路讲台语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毋单一个讲落，人会感觉讲啊，这8点档哪有人咧讲台语的？但是讲落到底，哇，迄个观众的人口是涌现起来。金素梅就是演这个演出来嘛，对无？迄阵迄个导演叫做李叶峰，李峰也是一个真有台湾意识的导演，所以伊安尼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了，到即阵哇，变做8点档，毋是国语的啊，即阵所有啲红的8点档拢咧讲台语的，这就是一种社会改革变做安尼嘛。啊是，尤其你吼所写的这台语歌。往往拢毋是干那人唱一摆呢，拢人翻唱，搁再翻唱。你讲像江雅文，伊嘛家己去编出你迄条，请你听我讲。啊，亲像咱咧讲阿杰啊，我伊汉青，伊咧唱嘛足好听。哎嘛，唱一条无亲对啊。啊，迄条歌吼，是安那，毋能干那你作词，另外搁你作曲。我足罕得看到你作曲的歌呢。毋是啦，迄阵吼，就是家己起一个头啦。啊，迄阵就是。迄个作曲家陈新理哦，我都讲，我都有歌词写好哦，安尼起一个头，你甲我改，伊讲我免改，你写那就真好啊，好安尼。啊，我要去讲这个，你拄仔你讲的蒋雅文，蒋雅文哦，后来有唱，请你听我讲，这可能有的人较毋知影，蒋雅文有一段时间拢去伫咱台湾的各大小的就讲。伊拢去每一间家家拢唱这首歌唔听，这首歌就是蒋雅文摕去为家家唱哦，啊，伫内底咧读册啊朋友听的，所以这首歌吼，大家唔知影讲，还佫有这段故事。我是奇怪，你著吼，毋捌讲安尼甲人歹囝，毋捌甲人安尼佚佗过，啊，那会写，请你听我讲，嘛是讲吼。为倒去拼生死，世间第一讲。我包含讲啥人会了解？草地高厝内，阮的阿母咧叫阮，那会写这个佚佗吼，这个兄弟的主题，啊，佫写甲遮尔感动人心。无经验嘛，捌听人讲。加减因为咱伫这个社会内底形形色色的社会哦，虽然你无去经历过，但是你捌听人讲，啊，你也捌看过，你啊，迄个啊，就是有这个。找到这个资料、这个经验来写安尼啦。啊，你迄阵咧写台语歌吼，尤其歌词，你在我的浅见，比较华语歌有另外一款的用心，是要家己有心要去做一个区别啦安尼啦吼，啊，就是啊，台语也都安尼写，啊，国语也都安尼写，啊，台语咱是毋是用另外一种作词的风格来安尼写？哦，迄阵是有这种想法安尼啦，啊，并无讲。偌厉害，拄偌厉害啦！就是家己吼不断去改变着家己写歌的风格嘛。你遮尔有台湾意识，对台湾歌遮尔坚心的人吼，啊是虾米款的背景？敢有拄着虾米压力？咱会去甲北联写迄条中华民国上改的迄条台语歌，写的迄条毋通袂记。迄条歌迄是迄个社雷啊。社雷迄阵吼，迄阵已经海山的陈老板吼。要搁重新复起嘛，啊，要搁重新复起，伊就去找一寡有伊版权的歌，吼来写。啊，迄阵的社雷就讲，迄个像阿如啊，就是陈定军，就讲啊，你来唱这条歌嘛。伊讲啊，安尼毋得来改新歌词，就逼我写，我就写。将来毋捌甲你请教，我嘛毋敢甲你请教。不要但是真正感觉讲。迄甲你的心理应该原来有冲突，但是吼朋友的人情，人的拜托，对无？我去甲你讲吼，我写遐歌吼，迄支票条我拢还搁再甲存条咧。是啊，难免啦，有当时啊吼比一个来讲，较早的国语歌有迄个爱国意识的歌，我嘛捌叫我写，啊你都无法度啊。人都咧甲你拜托，啊，就希望讲你会当写，啊，所以你有当时啊，喙齿紧就加咧，甲罔写咧，对。人生人在江湖，吼啊，有伊诶无奈啊，心事只有讲吼，寒青了解。
孤星挂天涯，伊伫暗暗的所在，只有孤星上了解，心内的事无人知。风若透，雨若来，无非是要拆开咱的爱，轻轻地叫你的名，写写是无奈是无奈。爱是忧愁甲目屎。试了一摆又一摆，一滴目屎一滴爱。人讲爱情小欠债，谁人手阮真悲哀。风若透，雨若来，为何无人替阮来排解？轻轻地叫你的名，写写是无奈是无奈。我是为爱走天涯。你当发挥的时阵，花语歌单，咱讲正经的，俗语咧讲有三九甲无手啊，你会牵手，敢会安尼加加减减会烦恼？袂咧，袂咧，因为吼，我感觉我的牵手吼，对我足有，我感觉我是一个足有信用的人，伊足相信我嘛。因为咱知影，伫查某人足敏感的，查某人吼，迄阵也无手机，迄阵拢厝内电话嘛。查某人啊，比如迄阵的歌星敲电话来阮兜，阮某就会当感觉讲啊，即个歌星甲阮先生啥物关系？伊无一个歌星会怀疑讲，即个查某歌星甲阮有啥关系？因为吼，伊人咧敲来的电话，伊听就听得出来讲，其中有暧昧无，还是这是友情，因听会出来啦。啊，所以所听的拢感觉讲，啊，那无一个恁像有迄种真暧昧的言语咧问阮翁的代志。遐尼复杂的环境内底吼，我捌听你讲过，讲连电影剧本，你着安尼偷唱足济台湾意识，望春风啦，春寒啦。你讲调工要写哦，遐检查剧本的人看袂出来。毋过台湾意识，台湾的主张伫内底。望春风就是啊，对无？啊，你拄则讲迄足济本内底我拢有插，春寒内底嘛有啊，这拢有迄个台湾的意识。朱高亮啊，迄阵要叫我去甲做录影带时，我着甲头家提出一个要求，我要来做一个台湾歌谣的专辑。伊讲啊，这甲朱高亮的调性袂合啦。我讲我希望讲吼，会当借着朱高亮啊来录一段这个台湾歌谣100年。当然，台湾歌谣100年甲朱高亮啊所有的脱秀吼比较起来。这个节目有较严肃，但是上无啊，我为三立做过这个代志啊，所以因到即阵嘛感觉讲，这个物件爱留咧，
所以诸葛亮的一寡落叶大话，拢总毛掉了，因这还阁保存甲真好。啊嘛，家己个人啊加足大的分数啊。对。啊，我有甲阁有甲三友有拍一寡台湾的民俗片，就是讲伫讲咱台湾一寡民俗的故事。这是过去人咧做综艺节目，还是咧做啥物无？但是我就是甲咱台湾一寡民俗的故事，啊，甲伊戏剧化。啊，所以诸葛亮的这有关台湾民俗的这歌剧嘛，足受人欢迎。唔那呢，老师，嗰一个大代志吼，一定要甲全国的观众朋友宣布，因为大家拢知影迄条诸葛亮的主题歌，嘛是你作词的对无？是啊，诸葛亮的歌听少，啊，那会安尼有法度写甲安尼朗朗上口，到即马大汉细汉囡仔拢还会晓唱。嘛是你作词的呢，啥物可能背景写出来？迄都咱专家的问题，啊，就是靠这专家安尼，哎呀，有时候写歌是安尼啦，有时候会信手拈来啦，啊，有时候真的爱击破头脑啊。所以刘家昌不是你讲伊的歌拢伫区变数写出来无影啦，话伊嘛是安尼。头脑即家呢有主甲无主写出来啦。伊迄讲行情对，但是你吼实在人，你袂讲样，袂讲行情的，你要甲我讲，有当着啊人明仔载一定要交稿啊，永暗困袂去。对，你甲我讲吼，比牙牙去搁较重啦。对啊，嘛是爱讲写，因为第一吼答应啦，第二写都有钱，都有苦啊，啊，就是安尼嘛，啊，这就是家己的。职业就是安尼嘛，啊，所以有一寡物件会当安尼啊，顺手写就有啦。啊，有当时有呢爱击破头脑啦。啊，是安尼，我甲你头问，是，咱大家拢知影迄条阿杰啊，改变伊后壁艺界的路，迄条母亲，迄条你是击破头脑写，还是刷手写出来？哦，迄地是一出电影，迄个电影的头家甲我讲吼。啊，咱这首这个题材真好，这是宁波主演的女主角嘛。啊，看会当来参加金马奖无？啊，看会当来得到这个最佳主题曲无？我讲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迄阵的金马奖哪有用台语歌咧做最佳这个主题曲？但是往试看卖，啊，就是安尼写，就是有若是安尼啊，都看迄个剧本。啊，然后电影拍了，啊，然后去看，啊，所以有迄个感觉嘛，有迄个感觉，啊，所以我甲写出来，我写，陈庆宇讲，啊，这拢你有感觉，啊，我也无，我是要怎写，啊，伊就安尼啊，就是安尼。所以作词作曲拢是你。啊，尾啊，阿杰来甲你提起唱。是。金明唱片甲你讲，是。重新搁唱一个无共款的版。啊。你原来听起来，吼，阿杰来的版，甲原底原版有啥物情差？啊，这吼无共的时代吼，伊对一个歌曲的解说有无共的路啦。所以咱这边若你唱较早的歌，互新的歌星出来，伊有新的表现方式嘛。这就是对着时代的唱法嘛。所以我都无意见，嘿，只要啊你真认真唱，啊无甲我的歌词学白改安尼就好。即马是本土意识真普遍。对。啊，毋过。咱真知影，有真侪较早恁的拍拼，后壁是无人知。对。这个代志，甚至你家己上别人的节目，你做名嘴，你嘛无咧讲。那这点吼，下辈对台湾文化、对台湾歌谣有兴趣的人，要安怎尽量去追求、去体会讲，恁迄个遐困难的时代、黑暗的时代，你着行出一条路啊。敢有迄个资料通好找，还是讲，敢有迄个路会当去感受恁当初时的心理？你若有行过，就迄个脚步啫。所以吼，拢袂要紧。咱迄阵袂使讲的物件，你看即阵拢嘛出来咧讲。啊，咱即阵哦，还佫有一寡真保守派的人，因的意见，咱嘛会使来做一个照镜，讲好。即阵还佫有即款人，啊，阮甲伊讲，较早还佫较厉害。即阵因是敢若草条啊出来安尼变一个尔。迄阵啊，无恶势的。但是吼，咱有一句讲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没有关系，会留落来，绝对会留落来，嘿。即马我真烦恼，是，真毋甘的代志有一项，就是真济少年家，伊的台湾话
愈讲已经愈清楚啊嘿。老师遮好的词，感动人，阮听一摆就印伫咧心内。啊，万不利伊若连台湾话都袂晓听，你讲要安怎叫伊去体会甲感动？吴老师袂要紧，我甲你讲吼，阮后生哦，读到迄落初中、高中的时候，抑阁袂晓讲台湾话啊。但是伊即阵教我讲的拢是台湾话，伊即阵教我拢总是用台湾话伫交流，迄阵拢嘛是甲伊讲国语。这就是讲啊，咱即阵的少年人虽然讲袂晓讲台语，但是有一天你会感觉到讲，因讲台语啊，啦啦叫啊。因为迄时代逼因爱讲，也是因去感受着讲，啊，这都阿公阿嬷留落来话，咱迄阵啊时啊无好啊去学，所以会去学，因会搁去讲，所以你放心。老师上放心的是，你头拄仔咧讲的，对丁武贤一路来到你遮，真侪真雅气、真有路的台语歌词，真正互人对台湾有兴趣的时阵，有线索通去找，有法度去感动迄个文学艺术家。这是我上界感谢。是啊，以后嘛是共款，所以咱免灰心讲啊，即阵的少年人袂晓讲台湾话，有一天伊就做到讲台湾话啊。而且也足爱听台湾对，歌，也足爱听老师的作品。会去唱台语歌，会去咯，会去甲因遮过去遐个青春的回忆，搁再重复一遍安尼。头一条作品是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啊，第二届写歌词写甲上收煞尾封笔是倒一条？哦，封笔就是伊伫迄块舞台，伊伫迄块舞台就是我封笔，就是我写到舞台了，我甲第个头家讲，以后无爱写歌，我要来做诸葛亮的路啊，莫搁找我写歌。舞台啊，世间竟然有这款人，对头一条轰动，到封笔嘛轰动，哪有你这款人啊？迄个拄强啦，无遐讲啊，啊，都家己有啦，运气好啦，吼，啊，都有个人大家都签袂到的人签袂到安尼，啊，有个人去抽到烦恼话，有个人去抽到哪里哦，看手气啦，安尼。无啦，老师，拄强，今日阮嘛有福气，所以我要邀请你，伫心所爱的歌镜头头前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永远流浪的手印，老师请。哦，安尼个字落去，对。会使哦。社会普遍流传一句话，讲平咱搁较在情的人，伊也搁平咱搁较认真，搁整一个下辈实在无资格去讲。啊，毋过咱真真正正看到林鸿坤老师，就是这款人，遮尔在情，遮尔认真，拍出人生遮尔大的成功，互咱遮尔侪宝贵的电影、电视剧本，包含讲歌词的作品。搁种诚意要来感谢林鸿坤老师，感谢老师多谢。今日甲阮工作者，不过你伫业界拍拼无甲10分钟。我大志兴起爱讲话啊！我老师，练功你爱定定讲互国情听。感谢好朋友，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老师多谢，多谢，祝真正祝多谢，祝赞。